大家好，我係 Samuel，歡迎返嚟信仰不離地。喺過去嘅幾日，我哋討論咗與神建立友誼嘅重要性。今天我哋要進一步探討敬拜嘅品質。神並非對所有嘅敬拜都感到滿意，佢所尋找嘅係一種特定嘅能觸動佢心弦嘅敬拜。標竿人生第13日嘅主題係蒙神悅納嘅敬拜。聖經喺約翰福音第4章提到，神正在尋找嗰啲用心靈同埋按真理敬拜佢嘅人。呢個意味住蒙神悅納嘅敬拜必須具備4個核心特質。第一，蒙神悅納嘅敬拜係精確嘅。呢個意味住我哋嘅敬拜必須基於聖經所啟示嘅真理，而非基於我哋對神嘅片面想象。我哋唔能夠隨意塑造一個符合自己喜好嘅神嚟敬拜，而係必須按照神喺聖經中彰顯嘅真實品格嚟尊崇佢。敬拜必須植根於神嘅話語，呢個先至係正確嘅根基。第二，蒙神悅納嘅敬拜係真誠嘅。神睇重嘅係我哋嘅心，而非我哋嘅外在形式。耶穌曾經批評嗰啲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卻遠離神嘅人。真誠嘅敬拜意味住你唔需要喺神面前偽裝屬靈，你可以帶住最真實嘅情感，無論係喜樂、憂傷、疑惑定係憤怒嚟到佢面前。神創造咗你嘅情感，佢渴望你用全人全心去愛佢。第三，蒙神悅納嘅敬拜係專注嘅。我哋往往容易陷入重複性嘅宗教術語或空洞嘅儀式中。神希望我哋喺敬拜時動用我哋嘅思想。如果你喺唱歌或者禱告時心不在焉，咁並非真正嘅敬拜。保羅提醒我哋要獻上理所當然嘅侍奉，咁意味住我哋要清醒咁、有意識咁思考我哋對神所講嘅每一句話，試下改變一啲陳腔濫調，用新鮮具體嘅言辭嚟表達你對神嘅愛。第四，蒙神悅納嘅敬拜係付代價嘅。真正嘅敬拜必然包含犧牲。大衛王就曾經講過，我唔能夠用白白得來之物作燔祭獻俾耶和華我嘅上帝。如果你嘅敬拜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，咁呢份敬拜就冇價值。代價可以係時間嘅奉獻、體力嘅付出、自尊嘅放下，或者係意志嘅降服。當你感到疲憊，卻仍選擇讚美；當你感到受挫，卻仍選擇信服。呢種付代價嘅敬拜喺神眼中極其寶貴。深度分析呢4個特質，我哋會發現敬拜並非僅僅係生活嘅一小部分，敬拜就係我哋嘅生命。神唔只係要我哋奉獻一部分嘅時間或者才幹，佢要嘅係全部嘅靈。當你將工作、休息，甚至最平凡嘅日常家務都帶住愛神嘅心去完成嘅時候，嗰啲時刻便都轉化成咗敬拜。朋友，你係咪覺得自己嘅信仰生活漸漸變得模式化？係咪感到同神嘅連結變得稀薄？呢個情況或許係因為你嘅敬拜缺乏咗深度與代價。神並唔在乎你嘅歌聲係咪悅耳，亦都唔在乎你嘅措辭係咪華麗。佢在乎嘅係你係咪願意將自己當作活祭獻上。如果你渴望經歷嗰種蒙神悅納、充滿生命力嘅敬拜生活，呢一切嘅起點在於你對耶穌基督嘅全然委身。佢為我哋付出咗生命嘅代價，使我哋能夠喺真理與靈裏與父神相遇。如果你願意重新調整你嘅敬拜生命，請同我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話俾我聽乜嘢係你所悅納嘅敬拜。我承認我過去常流於形式，缺乏真實嘅專注與付代價嘅心。今日我願意將我全人全心都獻俾你。求你幫助我按住聖經嘅真理嚟認識你，教導我用誠實嘅心靈嚟親近你。我願將日常嘅每一件事都轉化為對你嘅敬拜。奉耶穌之名祈求阿門。當你開始追求呢份高質量嘅敬拜時，你將會發現生命中隱藏嘅榮光。感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